佛山彩燈係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。今年由佛山彩燈傳承人黃敏賢設計監製嘅永裕落馬年文創燈籠，以馬為意象，巧妙融入唐草紋、花卉紋、順治紋等傳統嘅吉祥紋樣，將生生不息、富貴綿延、歲歲安康嘅美好祝願收埋喺活潑靈動嘅燈影之中，成為唔少市民遊客選購新春非遺年貨嘅心水好物。像這種小馬燈的話，代表着來年這個馬年可以一馬當先，跟當下的這個傳統文化一些傳統故事結合的一些產品，包括這個新這個文創產品，這個國潮也是非常的受當下年輕人的歡迎的。3款文創燈籠分別以馬上成功、馬上順利、馬上有福為核心訴求，精準契合新春年貨嘅祝福場景，將佛山民族文化與現代生活期許結合，既延續咗嶺南非遺嘅吉祥內核，又貼合當代家庭嘅裝飾與饋贈需求。這個就是我們運用的是嶺南滿洲窗的一些圖案，就隨手放在小包包裡面，就可以作為一種送禮、新年送禮的手信。所以目前來說，這種小馬燈籠是非常受歡迎。消費者喺親手參與燈籠製作嘅過程當中，感受技藝魅力，將非遺產品從展品變為年貨，呢一種非遺加體驗加消費嘅模式，進一步拓展咗非遺年貨嘅市場化。現在就國潮融合的越來越好，然後很多東西做出來也很有質感，很有特色，很有風格。那我覺得這樣的一些文化傳播出去，其實對於我們不管是國家也好，然後或者是小小的就自己個人，就還是蠻有榮譽感的。非遺嘅創新表達係今年佛山年貨市場嘅突出特點。國家級非遺香雲紗正通過設計創新走進日常生活。被譽為軟黃金嘅香雲紗，原本多係用於傳統嘅服飾，如今被製作成為馬年掛飾、年輕化設計嘅衣裙等嘅文創產品。一款馬上有錢掛飾，巧妙利用香雲紗餘料，小馬造型堪太可掬，馬鞍上面嘅錢枝連紋同埋金元寶流蘇，寄託住新春嘅美好祈願。我們做了一些比較年輕的一種設計，就是用了我們的那個錢幣銅錢的一個紋樣，也用了一些喜慶的紅色，把這種美好的寓意以後帶在身上。目前這些小文創，然後訂單就會為我們帶來了一個很大的一個創收。佛山市新聞傳媒中心嘅報導。